后来镜头所等的台湾来看苗栗有一个21岁少年呢，载两个朋友为这个国道1号路头份交流道的时阵，这个车实在驶了伤紧咯，结果就失控，冲撞着分界岛，弄到规台车是安尼冰360度四轮翘就天，好哩加载3个人拢有下安全带，无人受伤。 白色轿车为头份交流道落来速度真紧，直接弄到安全带，导致箱啊规台车伫空中冰360度，车头嘛是180度。很大声啊！弄一个遮食力，正加在车顶21岁少年的驾驶甲2个乘客拢有下安全带，所以讲我都家己落车。经警方调阅监视器，确认本案是因车速过快而转弯来不及而自撞道路交通号志箱。经警方检测后，驾驶人没有酒测反应。 人无代志，抑过何止箱啊歹去啊！县政府会叫伊赔。赛车除了要注意速度，烧量嘛真要紧。分林这2台车经过虎尾角边的路口烧 A， 现场无青红灯，倒一台车较唔对，双方咧修正来听警方安怎讲。车道数相同路口，那而且同为直行或是转弯车辆的时候，那转弯车应该得让右方车来先行。 警方嘛提醒讲，不管车辆是毋是有优先的行驶权，经过无号志的路口，上安全的做法就是驶较慢咧，看正边甲倒边有车无，安尼才好避免事故的发生。